今次去懷澤住燕城大酒店。酒店坐落於懷澤縣城嘅市中心，附近嘅街道非常繁華。到埗時已經8點，我即刻入大堂辦理入住手續，過程非常順利。辦好手續之後，就坐電梯去房間。出電梯之後，先要經過一段長長嘅走廊。今次住516號房，房間喺酒店轉角嘅位置。入房門後就係玄關，左邊係開放式嘅衣櫃同埋迷你吧。迷你吧有熱水壺同埋樽裝水，但係冇雪櫃。反而頂部有一件藝術品。跟住睇睇睡房，有2張舒服嘅大床，正對住電視機。床頭有一個智能系統叫小度，住客可以聲控房間好多樣嘢。呢度個窗簾係電動嘅，打開後可以睇到出邊嘅街景。跟住睇睇洗手間，梳洗用品齊全，浴室整齊乾淨。淋浴有熱帶雨林式嘅花灑，呢度都使用咗有品牌嘅清潔液。跟住睇下酒店其他嘅設施，4樓平台有一間開放空間，嗰度有一間圖書館，頓時增加咗呢度嘅文化氣息。亦都睇下酒店附近嘅社區，樓下有一間酒樓，附近仲有一個夜市。喺呢度雖然只係住咗1晚，但感覺真係幾唔錯。